利未記第21章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告訴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說，祭司不可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除非為他骨肉之親的父母、兒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作處女的姐妹，才可以沾染自己。祭司既在民中為首，就不可從俗沾染自己，不可使頭光禿，不可剃除鬍鬚的周圍，也不可用刀劃身，要歸神為聖，不可褻瀆神的名。因為耶和華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，是他們獻的，所以他們要成為聖。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婦人為妻。因為祭司是歸神為聖，所以你要使他成聖，因為他奉獻你神的食物，你要以他為聖。因為我使你們成聖的耶和華是聖的。祭司的女兒若行淫，辱沒自己，就辱沒了父親，必用火將他焚燒。在弟兄中作大祭司，頭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聖職，穿了聖衣的，不可蓬頭散髮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不可挨近死屍，也不可為父母沾染自己，不可出聖所，也不可褻瀆神的聖所，因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頭上。我是耶和華。他要娶處女為妻，寡婦或是被休的婦人，或是被污為妓的女人，都不可娶，只可娶本民中的處女為妻。不可在民中辱沒他的兒女，因為我是叫他成聖的耶和華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告訴亞倫說，你世世代代的後裔，凡有殘疾的，都不可近前來獻他神的食物，因為凡有殘疾的，無論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體有餘的、折腳折手的、駝背的、矮矬的、眼睛有毛病的、長癬的、長疥的，或是損壞腎子的，都不可近前來。祭司亞倫的後裔，凡有殘疾的，都不可近前來將火祭獻給耶和華。他有殘疾，不可近前來獻神的食物。神的食物，無論是聖的、至聖的，他都可以吃，但不可進到幔子前，也不可就近壇前，因為他有殘疾，免得褻瀆我的聖所。我是叫他成聖的耶和華。於是摩西曉諭亞倫和亞倫的子孫，並以色列眾人，